可是有被包装过的，哎呀，我被包装了，我被包装。原汁原味又是另外一种风格啊！因为我从来没有把这样的杯子给阿公他们听，他们可能会疯掉吧。好，然后带一首歌是一首中文创作，很久之前写的，啊，刚好有很久没看到你们，这首歌叫《过生活》。 小小的承诺也没忘记过，快乐的过生活，过生活。